大家好啊，歡迎睇我哋今日啦，星期一啦，10月20號嘅港股分析啊，同大家去 update 下個市啦，傾下偈。咁啊，大家睇翻恒生指數咧，今日咧就夾高咗611點，咁其實係唔錯。美股嗰邊咧而家就係升緊啊，其實都係唔錯。咁港股嗰啲係真係升啊，定係扮升啊，定係虛火嚟嘅咧，定係一個反彈嘅啫。咁有陣時咧就係有得食咧就好食嘅。咁通常咧就個市咧升咁上下咧，大家就預期啦，都一定會有個回調啦，即係有得食咧就好食。但係如果你話個市係睇唔清楚嘅，咁啊寧願咧就唞一唞，就唔一定要加注啊，或者依家即刻入貨住嘅。咁我哋一陣間咧就會講下個市恒指大概個走向係點樣，然之後咧我哋再講下一啲個股佢個表現得唔得，咁啊同大家傾下偈，咁啊大家一定睇到最後啦，咁並且咧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俾個 like， 我哋有嘢想問嘅，歡迎大家留言，同埋繼續分享我哋影片出嚟俾你嘅朋友睇啦，幫到你亦都幫到更加多嘅人嘅。如果你想掌握最新嘅港美股、加密貨幣以及商品嘅投資交易策略嘅話咧，記得訂閱我哋貓 Sir 投資呢個 channel 啦，同埋記得點讚、分享以及喺下方留言，多謝大家支持。嗱，其實今日咧就睇翻美股 OK 嘅吓，即係其實美股咧，美國政府啊本周話結束停擺被罷工啦，唔係啲員工想罷工嘅吓，佢哋真係冇錢出糧嘅話就罷工啦，道指啊升咗200點噶啦，金價大升，咁其實就破新高，所以其實咧美股係真係有得升嘅，港股咧就唔係冇得升，港股係比較挫，而且咧港股真正嘅大升浪咧其實係未開始嘅，即係依家咧就係一啲前奏啊，甚至再早少少嘅一個周期啦。咁其實從我哋嘅今個月開始啦，其實就都會講下減息噶啦。咁但係減息呢樣嘢咧，我哋又覺得咧都一早講咗好耐啦，有機會 price 咗上去股價上面噶啦，喺個資產市場嗰個價格上面有機會一早反映咗。另外啦，關於中美嘅貿易談判咧，小心有一啲嘅暗湧喺度啊。反而我覺得影響大咧係港股，美股就算好短暫嘅調整啊，我哋所講 Apple 啊，即係呢啲嘅資料咧，其實咧我哋就真係需要去睇一睇啦，係嘛？即係呢啲咧反而係一種跡象咧，係你唔能夠完完全全去即係忽略嘅。咁所以咧大家咧多多留意咩咧？留意住嚟緊美股嗰個狀態咧，有冇機會咧係影響埋港股？但港股咧有調整嘅需求咧係大過美股嘅。另外啦，留意埋今個禮拜美國 CPI 嘅指數啦，星期三就出業績啊 Tesla， 咁都快嘅。嗱，你睇翻恒生指數咧，可能你問下貓仔 Sir 呢啲咩嚟㗎？呢啲價格，嗱呢啲價格咧好緊要。點解咁講？嗱呢啲一價格咧，其實咧就係咧黃金比例啊。佢係由第一周大家呢度睇到啦，係2024年嘅1月22號。嗱呢個係周線圖嚟嘅。呢個第一周咧係代表咧港股喺呢一年幾裏面咧嘅一個最低位嚟嘅。OK。咁以第一周、第二周、第三周啦，去到咧我哋所講第13周咧開始變盤啦，就開始大升啦。嗱，呢個黃金比例數字咧，佢唔係個個周期咧都會有大升大跌嘅，但係咧有過去嚟講咧，我哋係從第13周、第34周、第55周都出現咗大升嘅，而我哋個上升軌咧一早畫到出嚟啦，咁樣上落喺我哋個上升通道入邊，而家咧正咧就進入咗係第89周啦，開始要小心少少咧。就係當佢進入第89周之後咧，其實係10月開始啦，10月6號開始出現第89周啦。咁呢度開始咧就慢慢咧就有機會咧要落翻嚟啦。點解會咁樣咧？嗱，因為咧佢呢度開始要睇到佢呢個位置咧一個大陰燭，當其時嗰個星期10月頭嘅星期咧係跌咗850點嘅，跟住10月第二個星期咧係跌咗1000點嘅，第三個星
期啱啱開始啦，但仲未開始跌嘅。嗱，其實咧佢已經入咗我哋嘅智能投資機械人嗰個 Robotics 裏面嘅一個太空雲，即係恒生指數咧。當佢入到嚟嘅時候咧，你要小心喎，小心咩咧？佢連跌3周嘅機會咧，有冇機會咧？可能今個星期咧，只係第一個交易日嘅啫，就未能夠作總。不過咧，我哋需要留意，佢呢度可能出現一個調整回調咧，從我哋嘅漲跌屋 AI 呢個我哋獨家嘅漲跌屋啦，漲屋去跌屋啦，即係話呢個嘅調整咧，其實已經從第一周、第二周開始咗噶啦。而今晚咧，佢出現調整嘅時間咧，就係第89個星期。換句說話講咧，由2024年1月22號嘅低位咧，去翻就係我哋所講咧，呢一年幾嘅高位啦，而跟住啱啱好就大約第89周啦。換句說話講，呢第89周有機會出現一個咧，都係一個明顯嘅調整，或者之後一個調整咧唔出奇喎。好啦，睇完呢度咧，你見到咧 Roblox 咧係仲未轉咗做單嘅，即係話咧呢個咧，如果佢真係跌穿咗呢一個嘅24,890點都俾佢跌得穿的話咧，咁啊恒生指數就有一個一個比較大嘅少少一個調整啦。咁呢個調整咧，大家有定心理準備。如果真係跌穿呢個位置出現一個調整咧，其實個調整係未咁快會贏嘅。咁所以大家喺呢度咧就先睇住嗰個風險先。而我哋從翻日線圖去睇咧，而佢的而且確喺10月13號出現咗個單喎。咦，咁即係話咧，佢呢個單咧會唔會繼續維持咧？係有機會維持，除非佢升穿個26,886點啦，否則佢都仲係一個維持一個係我哋所講嘅即係單嘅一個嘅狀態啦。咁所以咧，大家都要小心咧，佢呢個調整咧最低咧會唔會跌穿24,800點呢個位置啦？而今晚呢個位置咧，亦都係我哋嘅黃金比例嘅位置啦。嗱，如果佢真係咁樣跌穿的話，再去升咧，成個牛市嘅結構咧係會更加健康嘅。嗱，其實咧上升嘅形態個結構咧，其實已經醞釀咗啦。而只不過咧喺恒生指數上升嘅裏面咧，佢有幾多係會真係會回調到幾深啦？嗱，其實如果真係咧最平係咩位去買貨咧？呢度係一個預測，唔係一個買賣建議啊，亦都唔係買賣嘅邀約。我個人貓仔 Sir 睇咧，就係佢去到23,000啦，呢啲位咧就真係比較靚嘅位。但係你話哇，貓仔 Sir 會唔會跌2000點啊？23,600呢啲位都到咧，2200點喎。如果我哋頭先睇翻嗰個周線圖出現一個嘅回調嘅跡象咧，就講咧，去呢啲位咧真係未必天方夜譚，有機會發生，不過可能機會未必好大啦。咁啊，大家即係都要小心謹慎咯。咁啊，當然希望就係唔會去到咁深啦。所以如果你話真係要去到嗰啲位咧，大家真係要睇住個 Robotics 究竟到時個息率咧係 up 定係 down 啦。咁我哋同埋睇埋個漲跌屋嘅關係咧，就會更加一目了然。好啦，我哋咧就成日講9988咧，都講得有啲悶。嗱，其實有啲水平我哋一定要睇咧，就係之前都講啦。如果我哋再肯定去睇咧，依家今日嘅升市咧，似乎係一直啲淡錯。咁你唔好預個升市真係只加升住先啦。不過如果我哋4中全會開咧，某啲板塊我相信係會有一定嘅提振幫助嘅。咁例如係咩咧？例如可能係內需啊嗰啲咧，咁啊大家要特別留意住呢啲噶。我哋呢度睇下小米呢個嘅走勢啦。嗱，小米呢個咧，其實佢日線出咗個單，亦都要留意住啊。小米個隱憂係咩咧？當我哋放大去睇咧，你見到咧，我哋 Robotics 出咗個單咧嘅日期咧係10月10號，但係其實我哋嘅漲跌屋 BI 更加早咧。其實我喺9月嘅時候已經出咗個漲屋去跌屋噶啦，見唔見到呢個話日期喺9月尾啊出現咗噶啦吓？呢個即係話俾我哋聽咧，其實咧佢都基本上早咗時間確認佢要跌噶啦。咁你話兩個 AI 嘅系統啊，俾你睇到係咪避開呢段嘅跌浪？另外你睇翻呢個啊，點樣漲跌屋之前呢個咧，嗱呢個咧就係10天平均線下穿200天 MA 啦。
死亡交叉出現咗。咁如果你話俾我聽，小米就係強勢股嘅，咁肯定唔會啦，佢已經升完啦。嗱，如果你話再早啲升完咧，我諗相信咧會係呢一個啦，4月7號嗰個星期，因為喺周線角度睇咧，4月7號嗰個星期咧，佢啱啱好係踏入咗將佢跌屋嘅範圍。呢個咁嘅範圍咧，即係話咧係需要調整咯，即係話之後嗰啲升咧，其實都係一啲大戶莊家要引散戶入市而造成嘅呢啲假升勢。呢啲嘅升勢咧，唔係真係好似之前一個大浪升上嚟嗰種升法嚟，所以大家依家再憧憬於小米咧，就有點而就係缺乏理性啦。咁啊，當然投資買賣呢啲係自己決定嘅啊，我哋又唔會話教你買定係教你沽，我哋只係話俾你聽，智能投資機器人，我哋 AI 同上記錄 AI 話到俾我哋聽，呢個嘅特性走勢其實就真係一般般咯。嗱，其實今集咧就未必 update 得太多股啊，不過大家都要睇耐先。即係我哋用我哋嘅獨家富途 AI 啦，嗱，獨家富途 AI 咧就係我哋獨家，你 download 富途咧亦都冇噶啦，係啦，因為我哋係寫咗一啲 AI coding 咧入咗去富途系統入邊，咁我哋自己用。好啦，我哋呢度睇翻，再用富途 AI 去睇咧，其實都係做。原來咧9月26號咧，同我哋 Wolbase 一樣咧，就係嗰日出現咗個呢一個嘅灰色線啊，見唔見到啊？灰色呢支巴，嗱呢個巴咧，即係話俾我哋聽咧，咦喂唔得啊，佢真係要開始走落下坡啦。OK， 咁你話喂唔係，大戶資金有冇流入？有啊，呢啲流入啦。嗱呢一度流入啦，大戶資金流入之後咧，佢有冇再升一日啲啦 ？OK， 咁就你話再之前嗰啲咁咩大升啊咩嗰啲咧就唔見啦。即係你話2024年咧8月開始咧，即係1年前先到依家嗰種升勢咧，已不復見啊。係啦，即係話咧呢度亦都睇到 AI 嘅資金流出流入嘅。咁啊呢個嘅資金紅色代表資金強流入，綠色代表資金慢慢流入，灰色嘅係代表咩啊？灰色代表資金流出。OK， 嗱，你會睇到個 pattern 嘅，以小米1810為例啦。嗱呢隻股票咧，佢喺呢個位置個系統咧就係呢度有大戶入貨嘅一個嘅跡象。呢啲大戶入貨咧，好明顯咧就係當資金流走，呢啲資金係嚟自咩？就係散戶出貨，大戶入貨。嗱，大戶入貨佢都算快，佢又慢慢劈高隻股咧就走上去。嗱呢啲咧小米嗰啲咁嘅科技股咧係真係有咁嘅即係內力喺入邊嘅，所以大家要識得知道咧玩法係點樣。嗱，再睇月線圖啦，更加明顯啦，係咪啊？嗱，月線圖啊，其實人哋喺2022年大戶入貨，你見到咧，其實咧呢度位置咧2021年啊開始跌市嘅時間，大戶就不斷收貨。嗱，你見到佢一直累積到收貨啊，佢1、2、3、4、5個月收貨，即係越跌越收貨。而呢啲資金流出就係散戶資金，大戶收貨完之後咧，喂，包仔 Sir， 唔係大戶收咗貨之後咧就使踢高，唔係啦，先收貨醞釀一段時間踢高之後散貨。嗱，而家月線嘅我哋嘅 AI 睇到嘅資金流咧，其實都係慢慢減少嘅。嗱，咁都係嗰句，呢啲咧都係過咗一個應該要升嘅一個階段啦。咁所以小米咧就唔好咁快寄予厚望啦。跟住咧，我哋睇一隻咧就係我哋有啲嘅 group 友啊，佢提供講啊，6680啊，叫做金力永磁呢啲股啊。呢啲股咧，其實佢做啲咩嘅咧？就唔係好出名嘅，咁但係咧呢啲股其實個市值都係52億，啱啱好咧就可以入到深港通嗰個嘅門檻啦吓，入唔入到深港通未知嘅都要審一次噶啦。咁呢度咧你見到佢市值咧係318億，係冇咁細啦。做嗰啲金屬啊、支架啊嗰啲咁嘅生產性嘅嘢，就唔係嗰啲 AI 啊，唔係嗰啲新經濟股嚟。不過咧，其實莊家要踢喐隻股咧，佢唔需要諗，佢除咗去做一個消息或者做一個嘅信號出嚟之後咧，另外佢都會做一樣咧，就係去睇下隻股咧得唔得啊嘛，係嘛？呢股咧成交3.5億啊，其實都大嘅，換手率都有1%噶啦。
你300幾億有3億，咁呢度都 OK 啦，有1% 嘅換手率都 OK 噶啦，一日嚟講呢隻股。咁我哋嘅 group 友咧就喺個 group 入邊咧就問我哋咧點睇，因為呢啲咧係升咗啊，靚股嚟嘅，即係你冇理喺個業績就可以講緊係淨利用率3係172% 增長啦。其實一早派先所業績落去啦，OK 喺個股價上面派先咗。你睇下日線圖咪又係我哋用 AI 嗱，灰色轉咗綠色係咁升。好啦，資金流出。莊家入場，散戶流出，莊家入場，跟住咧資金呢個資金咧一直升高，即係代表有資金入啦，有資金入呢啲咪升咯，係咪啊？有個蘋果，因為呢啲就係嗰啲我哋所講咧，青蘋果咧都係一啲喺日線角度嚟講咧係一個入貨嘅信號。好啦，你話唔係咁睇，我哋睇翻佢個周線先啦，係嘛？周線都係一樣嘢，仲犀利，越跌嘅莊家大戶越收貨。呢啲係大額嘅一個籌碼大戶籌碼入貨。喂，唔係入晒貨先踢咩？其實呢個算快㗎，入晒貨佢慢慢踢㗎。越跌咧，大戶咧就儲貨。你話唔係儲貨佢又升嘅咩？即刻升啊？唔係啊，你睇下儲貨儲幾轉啊？過去2023年咧，過去呢2年咧係有儲過1轉、2轉、3轉、4轉、5轉。即係莊家儲咗5轉貨之後先劇高升，你見唔見到個 pattern 啊？無所遁形啊！如果一隻股佢咁樣去升法的話咧，呢度咁樣升上去咧，莊家其實部署咗2年時間將啲股踢上去噶啦。咁你睇亦都如果技術分析形態嚟講，呢啲好明顯就綠色呢啲條巴9月30號個星期已經突破咗佢嘅下降軌啦，係咪啊？呢啲咪一個上升軌咯，月線都係一樣啦。收咗貨踢高，先收貨後踢高，呢啲就係莊家嘅手影啦。咁我哋又睇下另外一隻股咯。呢股迎新獎賞啦，送你高達7000蚊噶，真係送俾你噶。依家咧獎賞一成功開戶啦，送你200蚊港股打新券啦，呢個好重要噶。如果抽新股多200蚊咧，咁增加抽中嘅機會啦。另外獎賞2開戶入金1萬蚊咁送你港股打新券啦，200蚊交易現金券400蚊，再送你 Nvidia 等值200蚊港幣股票。如果你睇到我哋呢個廣告咧，假設你開戶入金100萬的話咧，就再送你500蚊港股打新現金券啦，600蚊交易現金券，係咪 Nvidia 400蚊等值嘅股票。總之獎賞3都係好優惠推薦朋友開戶再送你100蚊港股打新券啦，同埋交易現金券200蚊嘅，多推薦咧就多送。獎賞4仲正啦，就係如果你有其他股票行嘅倉亦轉去致富嘅話咧，就再送你美股交易現金券2000蚊正你。另外再送你轉倉費用回贈3000蚊，呢啲通通優惠都喺致富裏面揾到啦。如果你未開證券戶口嘅，致富係你一個非常方便嘅選擇。scan 我哋嘅 QR code 開戶啦，亦都我哋貓 Sir 投資嘅呢一個開戶二維碼開戶咁就得噶啦。長橋證券10月開戶大優惠，而家加碼咧就送你1800蚊現金卡，入金最高可獲贈咧 iPhone 17 Pro Max 一部大家記住要開戶嘅，長橋都係一個非常之優質嘅選擇。佢係港美股終身免佣啦，再送你300蚊現金回贈，再送你咖啡終身都半價。而家入金1萬蚊咧就可以享受噶啦，就有更多嘅優惠啦。入金1萬至到入金100萬啦，都有唔同嘅禮品送俾大家，送你最新 iPhone 17 Pro Max 512GB，只要你入金100萬咧就得到噶啦。咁另外一直你嘅 iPad Air 11寸啦，256GB都有啦。總之睇翻呢個表，入金唔同等值嘅就會有唔同嘅禮品。而家開戶就要把握時機。貓 Sir 投資就同長橋證券合作，大家用我哋呢個邀請碼或者 scan 我哋呢個 QR code 去開戶啦。入咗金之後咧就獲得以上嘅優惠啦，把握時機，萬勿錯過大家可以用富途牛迎新禮遇高達1800蚊，入金越多越大上頭第一重賞就係如果入金1萬蚊維持資產60日咧，可以拎到 Tesla 600蚊等值股票啦，或者等值600蚊嘅 Bitcoin 比特幣啦，或者400蚊嘅超市禮券。如果
你係入金達到8萬蚊，維持資產60日嘅話咧，你可以獲得1000蚊等值嘅 Tesla 股票或者1000蚊等值嘅 Bitcoin 嘅。咁啊，大家把握呢個機會啦。如果大家喺呢個期間開戶，記住去 scan 我哋呢個 QR code，貓 Sir 投資嘅合作 QR code，咁啊 scan 呢一個 QR code 啦，開戶，同埋咧記住輸入我哋嘅開戶碼 MT1668，咁就另外額外送多你200蚊嘅現金券噶啦。把握呢個機會，開戶快捷方便，優惠又多。老虎證券最新迎新開戶優惠啊，大家把握時間啦。咁啊，而家開戶咧最高可以拎到咧港幣2300蚊嘅一個新人獎嘅。大家可以就係開始入金1萬蚊啦，入金1萬蚊，保持住60日咧就可以拎到300蚊嘅啦，或者入金10萬蚊，保持住60日咧就可以拎到600蚊嘅現金券啦。咁如果完成交易5筆咧，例如買入呢一個嘅美股5筆，咁咧你就可以拎到300蚊嘅港幣啦。買入10筆嘅呢個美股咧就可以咧拎到600蚊嘅交易現金券啦。買入20筆嘅話咧，另外可以獲贈咧1200蚊嘅一個交易現金券啦。最開心就係呢個，點解咧？Crypto 交易都有獎賞啦，老虎證券都可以交易 BTC 嘅。咁大家如果係首次開戶60日內咧完成5筆嘅 Crypto 交易，另外可以獲贈500蚊嘅一個港幣交易現金券。咁多優惠啊，大家記住把握，最緊要用埋我貓仔 Sir 嘅專屬額外開戶優惠MT9090額外可以獲得200蚊嘅超市現金券啦。大家記住開戶有現金券拎，有200蚊拎噶啦，所以大家萬勿錯過，記住把握用老虎證券啦。咁我哋就講啲大價嘅股票啦，咁就講下啲即係中資金融嗰啲內險嗰啲股啊，即係你睇下 WooBox 睇嘅中國平安2318出現咗 up 啊，係咪？好啦，WooBox 睇到 up， 上跌屋開始入咗賬屋，雖然就係零軸以下啦，咁而家係0.425同0.075啦，咁其實都係要上嘅啦，咁但係咧佢要震兩下倉先。咦，唔係喎，貓仔 Sir， 咁我哋再睇小時圖啦。小時圖咧就好明顯咧一樣嘅，up 完之後再得，去到我哋所講嘅黃金比例55啦，好多人放貨，你呢啲咧插落嚟咧，其實咧就特價啲啦，俾人哋去睇又好，去追又好啦，係咪？咁啊睇下4小時圖咧，出現咗個 up 落嚟，咦，咁啊得咯。嗱呢啲咧，我想講咧，中國平安咧就真係喺呢度咧就發力啦。大家要睇住我哋10月15號嘅 up， 跟住呢度咧開始兩條線收窄，50MA 去到200MA 收窄，開始有。記唔記得頭先我哋講關於四中全會啊？應該四中全會有啲嘅消息咧，都會俾呢啲股咧再去踢一踢嘅。咁大家要留意住啦，2318呢隻咧就開始咧咁樣收翻落嚟咧，再去機會有啦。咁呢個就形態啦，大家要有兩條線咁樣走埋嚟啦，係一個即係我唔知你識唔識睇啦，50MA 同埋嗰個200MA 咧走得咁好。另外10天線呢個 MA 出咗嚟啦，其實喺10月17號，即係上禮拜開始有呢啲嘅黃金交叉出咗嚟啦，漲跌 OVI 喂啱啦，跌屋去漲屋，跌屋去漲屋啦 ，OK 咁 OK 噶咯，係咪啊？咁我哋呢個叫做咁樣去睇啦，嗱，唔好問咩目標價睇幾多或者睇，其實就冇目標價嘅，54蚊升到去5000蚊咧都有可能，54蚊咧升到去60蚊又有可能，即係你永遠咧就唔好用一個目標價扳死自己，即係你要 set 止損止贏咧，咁呢啲一定要 set， 但係咧問目標價咧，反而咧你又限制咗自己嗰個交易套路啊！你要學交易，唔係學買股票，知唔知啊？即係學去點樣分析呢隻股，而唔係分析我買唔買呢隻股。應該話我買唔買呢隻股咧，係你本身就有個交易策略設定好咗咧，咁先 OK 嘅。嗱，好啦，我哋呢度睇下中國平安日線圖嘅，用我哋嘅獨家富途 AR 去睇啦，你見到咧靚呢隻咧點解咧？大戶入貨出咗青蘋果，呢個送俾大家，我唔會話即係唔送啲嘢俾大家，所以大家要分享我哋影片，訂閱我哋呢個嘅 channel 啊。呢度咧灰色轉綠色，
呢度開始有大額資金入場噶啦，其實都成一個月數啦。OK，咁啊，你話喂，其實佢呢度越跌啊越收啊，咁啊就出咗個信號啦。10月15號星期三出咗個信號開始 up，咁所以中國平安咧喺個富途 AI 已經見到幾個嘅息路啦。周線角度咧都係話俾你聽嘅，先收貨嘅莊家收貨，再踢高。散戶走貨呢度見到啊，散戶走貨，莊家就收貨，震走啲散戶啊，咁啊先踢高啊嘛，都係一樣，資金流入，好啦，散戶走貨，莊家大戶收貨，慢慢踢高，月線就係咁啦啊，呢啲咧大家要留意咧，有啲嘅好嘅政策出台啦，有利呢一個嘅保險板塊或者內銀啦，或者叫做內險板塊啦，咁呢啲都係 OK 噶啦啊，咁所以大家自己留意住，你可以對比翻之後嘅股價同我哋今日呢條影片嘅分別。咁當然你睇完之後咧，繼續俾個 like 啦，分享出去訂閱。咁我哋從 Robot X 啦，同埋我哋用獨家富途 AI 都睇到咧，係有跡可尋嘅呢隻嘢吓。OK，咁所以大家自己把握啦啊。咁我唔好叫你買換買啊，但係我哋用呢啲系列講去分析咧，兩套系統其實都非常之夠喺股票市場咧去獲利款。咁所以咧，大家記住支持啦。Robot X 可以免費試用，咁可以聯絡我哋。下集再同大家交流啦，拜拜。大家好啊！我哋最新嘅智能投資 AI 機械人 Robot X 咧就已經面世啦。咁呢個智能投資 AI 機械人咧係適用於喺 TradingView 平台嘅所有嘅投資產品嘅，包括股票啦、外匯啦、期權啦、期貨啦、商品啦、加密幣啦。大家就可以喺 TradingView.com 上面咧就用我哋嘅 Robot X 咧去睇到以上種種唔同嘅產品佢嘅buy and sell 息率係點樣啦。咁啊，大家喺日後嘅交易上面咧就唔需要再憑感覺估下啦。咁大家可以係透過 WhatsApp 去聯絡我哋登記啦，或者去 Facebook 嗰度咧去聯絡我哋啦，甚至係 IG 上面咧去聯絡我哋都得嘅。咁啊，大家記住關注支持我哋市場冷知識，我哋嘅發展。多謝大家。我哋市場冷知識有一個免費會員討論 WhatsApp 群組，可以用嚟討論港美股嘅市況同埋行情更新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，可以 scan 呢個 QR code 加入噶啦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大家記住 follow 我哋貓 Sir 投資嘅 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。